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脑洞快历史。俗话说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，在浙江省11个市当中就拥有种类众多的方言，其中有吴语、闽语、客家语、徽语、官话、赣语等等不同的方言。虽然大部分人都使用吴语，但其中还是有千差万别。杭州话是吴侬软语中最硬的一种，除了宋代南迁对于杭州话影响深远，还有清朝时期杭州周边地区的人口流动带来的影响，因此杭州话受到林邵方言的影响很大。温州话呢，作为中国10大难懂的方言之一，不但是浙江其他地方的人听不懂温州话，甚至连温州人自己都可能听不懂温州话。光是苍南一带就有欧语、满讲、闽南话等6种方言。温州话甚至在美剧中被戏称为恶魔之语。有一则笑话最能够说明绍兴方言的特点。有人问绍兴话中螃蟹怎么说，我说哈。他又问鱼怎么说，我说他又问鸭怎么说，我说啊。问完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，说多好一个孩子呀，可惜是哑巴。好了，本期的脑洞快历史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。